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 Hey Cheers Channel， 我係 S。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睇完呢一套 Netflix 短劇《Adolescence》混沌少年時嘅感覺。相信好多人都聽聞過或者已經睇完套戲噶啦，因為佢喺 Netflix 上映之後都好評如潮，討論性都幾高。呢部劇集就得4集嘅啫，每一集都係一鏡到底。故仔就係講述有一名13歲嘅男仔，佢叫 Jamie， 因為謀殺女同學 Katie 而被捕。去交代佢被捕之後，佢屋企人同埋警察查案嘅動向，並逐步去揭開佢謀殺嘅動機。我覺得呢部劇係值得睇嘅。首先每一位演員嘅演技都十分之出色，喺一鏡到底嘅拍攝之下，每一位演員都發揮得好好，好自然，就好似大家都安分守己咁樣去守好自己嘅崗位，去呈現呢個角色應該有嘅各種神態同埋語氣。鏡頭角度又可以好精準咁樣因應對白去捕捉演員嘅表情變化。呢一點已經係好高難度，好值得推介噶啦。其二就係我真係好中意呢部劇嘅意義，去俾大家反思青年人嘅心態同學校教育同家庭教育嘅關聯性，當中亦都有牽涉到少年犯罪啦，同埋厭女嘅風氣。其實我覺得呢部戲係好適合俾父母或者準備做父母嘅人睇嘅。做父母本來就係唔容易嘅事，而溝通本來都係唔容易。呢部劇就係集合咗親子溝通、唔同年代之間嘅溝通嘅難處，係同我哋日常生活緊緊相扣嘅。我喺睇呢部戲嘅時候都經常會有啲嘆氣嘅時候。一方面係因為同情角色嘅遭遇，亦都係因為睇到共鳴，因為古仔嘅走勢其實係相當配合角色嘅設定。正正因為好合情理，同時亦都好赤裸咁樣反映咗一啲現實嘅社會情況。所以我睇呢部劇嘅時候，成日都會喺度話：唉，唔好咁啦。例如當我見到主角之一嘅男警，即係個黑人警察，佢同佢個仔 Adam 交談嘅時候，多次爭啲鬧交，我就覺得好無奈，但又覺得以佢哋嘅角色同埋性格設定，講到嗰個位，氣氛真係會好自然就會變得緊張，所以喺我心目中係一套拍得好赤裸寫實嘅劇集嚟嘅。首先比較呢4集啦，我最中意就係第2集，因為當中表達嘅信息係比較多嘅，係牽涉咗學校教育啦、年青人心態同埋親子關係。我個人嚟講覺得最無感就係第1集，因為成集主要都係圍繞翻 Jamie 佢喺警署周旋嘅情節，去交代佢同佢父親嘅關係啦，父親對佢嘅盲目信任，律師同警察嘅利益拉鋸，同埋律師同父親嘅拉鋸，同埋 Jamie 不斷去強調自己冇殺人，但真係去到第1集嘅最後先揭曉警察其實已經有 Jamie 殺人嘅錄影片段。第1集嘅節奏係真係拖得有少少慢嘅，或者可以話佢將被捕之後嘅程序拍得太詳盡啦，令到資訊有少少重複，節奏好似變得沉悶。咁當然你可以話係因為劇情啱啱開始，想俾觀眾慢慢代入啦，亦都可以話係因為紀錄片形式，所以唔能夠刪減太多細節啦。但係我覺得導演其實係可以稍微減一減部分嘅情節嘅，等情節可以唔使不斷周旋佢喺警局入邊被拘留同埋調查。可能可以加多少少律師同埋 Jamie 或者律師同爸爸之間嘅拉鋸，例如喺審問嘅尾段，律師見到形勢有啲不利，都想馬上叫停個審訊，但爸爸就深信個仔冇殺人，所以就話唔使停啦，繼續講落去。呢一刻佢同律師嘅拉鋸係寫得幾好嘅，但好快就完咗啦。如果可以刪減少少喺警署等待嘅情節，然後推進多少少律師同埋爸爸嘅拉鋸，比起而家淨係叫佢講無可奉告，應該比較有追看性嘅。反而第2集開始就可以感受到劇情嘅推進啦。每一個角色都係表達緊一種社會人格，例如喺學校入邊，所有老師基本上都唔係太能夠駕馭喺學生之上，可能係因為工作壓力太大啦，或者太多嘢做啦，或者好似 Jamie 個班主任所講，呢班學生太 impossible 啦，根本就冇時間去教學生所謂尊師重道，而只能做個營營役役嘅打工仔。就好似 Jamie 嘅班主任，佢完全係嗰種我打份工啫嘅心態，連自己班嘅學生 Jamie 係個點樣嘅人都唔係好清楚。而另一個帶領警察去遊走學校嘅女老師，亦都係對管治呢班學生毫無頭緒嘅。佢輕輕咁講過一句對白，就係話而家啲學生睇到咩就做咩噶啦。加上佢對學生嘅態度，可以見到其實佢對管治學生係有畏懼嘅，亦都係對學生嘅行為有先入為主嘅誤解。同埋嗰個歷史老師即係 Jamie 嘅班主任係可以喺課堂時間遲到嘅，同埋啲老師都好中意喺堂上面播片啦，可以因為火警演習嘅鐘聲響起而完全打斷咗警察嘅話，根本係冇人真正關心呢單案，甚至係會用單案件去開玩笑。呢個學校教育嘅問題就係呢一單殺人案嘅其中一個成因。死者嘅好朋友阿 Jade 因為好朋友俾人殺咗，所以去打 Ryan。
有一位女老師咧就嘗試去開導阿 Jade 就話你今日其實唔應該返學嘅。阿 Jade 其實嗰刻係唔知自己可以去邊嘅。咁呢個老師咧就話你應該可以返屋企啦，或者咧可以去女死者屋企。感覺上咧其實佢根本就唔在意阿 Jade 應該去邊，淨係知道佢今日唔應該返學。但係作為老師嘅佢根本冇能力去俾一個正確嘅指引開導呢一位學生，建議佢應該去邊，同埋點解要去嗰度。同埋咧佢仲嘗試去安慰阿 Jade 話好多人都係關心佢㗎，仲覺得佢好似有心理病咁樣，話會安排心理師去治療佢，令到阿 Jade 嗰下即刻覺得好無奈，即刻想走。其實呢啲說話對阿 Jade 嚟講完全係廢話嚟嘅，佢就係覺得呢個世界上冇人關心佢，唔通你講一句就可以否定佢呢個諗法咩？呢個位亦都係諷刺咗好多自以為可以安慰人嘅人，其實講嘅嘢從來都冇辦法去開解到人，反而會令到人哋覺得你根本唔明白佢可能根本唔係需要一個心理師，而係一個可以聆聽佢嘅人。所以大家可以從呢幾個老師睇到呢一間學校嘅教育質素，師生之間嗰種似有還無嘅溝通同埋疏離關係，都係間接令到 Jamie 嘅殺人念頭冇被及時制止嘅成因之一。另外咧，令到我好深刻就係個警察，我用翻男警去形容佢啦，同埋佢個仔同埋 Ryan 嘅對談，正正就係呢部劇嘅第二個中心，就係年代之間嘅溝通同埋親子溝通。男警咧係先向 Ryan 問話，佢嘗試用佢年少嘅反叛經歷去開話題，以為咁樣咧就可以拉近同 Ryan 嘅距離。結果咧 Ryan 的確係對佢嘅反叛過去有興趣，因為正正係佢本人有興趣嘅話題，就係點樣可以成為一個有吸引力嘅人，可以去吸引異性。但係當佢一轉話題問翻單案嘅時候， Ryan 就即刻覺得好沒趣，即刻想走啦。呢個咧就係正正我哋所講嘅 generation gap 啦，即係年代溝通嘅障礙。個警察咧以為佢同年輕一代嘅溝通係冇障礙嘅，但其實連佢哋所關心所用嘅語言都一竅不通，根本就冇能力去引導下一代打開心扉。而呢度亦都同時暗示咗點解佢同佢個仔之間係有隔膜，所以佢同 Adam 即係佢個仔對話嘅時候，有好多下都係爭啲要被中斷嘅，係因為爸爸有好多成年人先入為主嘅思考模式。其實佢同 Jamie 爸爸一樣，都係不斷重複同一句說話，佢只不過係一個13歲嘅男仔，因為佢年輕，所以就唔應該有一個犯罪嘅心。因為佢學校成績好好，就唔會殺人。因為佢年輕，咁梗係會單身噶啦。因為佢係殺人犯，所以唔能夠去想象佢本來係被欺凌嘅對象。Jamie 嘅父親、警察，甚至成套劇大部分嘅成人都係以呢種先入為主嘅模式思考。包括個女警，佢講到自己嘅童年嘅時候，佢得出咗一個結論，就係話小朋友只係喺度尋找緊令自己有自信嘅嘢。That's it。而家嘅小朋友又係咪真係同佢當年嘅小朋友一樣思維呢？時代改變咗咁多，科技都進步咗咁多，難道仲可以用同一套思考模式去套落去下一代嗎？其實好諷刺地，現實就係有好多呢啲咁嘅人，都唔一定係我哋嘅上一輩嘅，每一個年代都有好多用呢種思維模式諗嘢嘅人，就正正因為咁形成咗好多溝通嘅障礙，無論係人與人之間定係親子溝通，好似男警同埋佢個仔咁。如果呢啲邏輯謬誤可以稍為刪減一啲，大家就可以溝通得順暢啲啦。所以每一次當男警想用佢所謂嘅邏輯去否定個仔嘅時候，個仔就好似反晒白眼，好想即刻走咁樣。呢個就係一個好寫實嘅寫照。大家會唔會覺得呢場戲同現實有啲似曾相識呢？另外啦，呢場戲呢有一個細節我係好中意嘅，就係當佢哋兩個對談嘅時候，有幾下個仔係遲疑咗嘅，男警隻腳係稍為向前傾咗一下，個仔就即刻問：你係咪又想走啦？係咪又想去做嘢去健身啊？可以睇到其實個仔係好厭惡爸爸經常去忙於工作而忽略同自己嘅溝通。呢個微細嘅動作已經成為個仔嘅既定記憶。每一次爸爸做呢個動作嘅時候，個仔就會即刻知道，佢又想走啦，算啦，我哋都唔好再講落去啦。所以我覺得呢個位係可以好直接去提醒做人父母嘅觀眾，其實你任何一個微細嘅動作已經可以俾仔女唔同嘅感覺。因為小朋友嘅心思係好複雜嘅，佢要比成年人多一啲嘅時間去消化你行為嘅動機，所以佢哋就會咁樣記住你做嘅呢啲動作，亦都會記住你呢啲動作俾佢嘅感覺。我好中意呢個細節嘅設計。另外，劇集入邊亦都有不斷滲入少年就係混沌時段嘅呢個信息。學校入邊所有少年都有一種迷茫嘅狀態，佢哋好似知道自己追求緊啲乜嘢，但同時亦都係因為朋輩、網絡、社會風氣令到佢哋覺得呢啲係佢哋要追求嘅嘢。就好似阿 Jade 去打完 Ryan 之後，佢話其實佢都唔知點解自己要打佢，佢嘅憤怒情感係介於理性之上。
呢個就係未成年青年好容易出現嘅情況，就好似第2集嘅片尾曲《Fragile》講嘅一樣，邊個嘅青春係迷茫，邊個嘅青春係唔脆弱嘅呢？提及到少年嘅心思，就可以跳入講第3集啦。首先呢，想大力稱讚飾演 Jamie 嘅演員 Owen Cooper， 實在演得太好啦，好有層次、變化同埋推進性。呢一集呢，主要係剖析 Jamie 嘅內心世界，亦都可以睇出其實佢幾中意個心理學家嘅，展現出觀眾從來冇見過嘅寬容笑容。隨住心理學家開始問及 Jamie 嘅家庭背景，提及到佢爺爺同埋爸爸嘅時候， Jamie 開始越嚟越覺得自己俾人套話，開始起咗防禦機制，表現得好唔耐煩。個心理學家都知道呢個係佢嘅缺口，所以繼續深入問落去。然後當 Jamie 提及到佢爸爸從來冇打佢嘅時候，佢表現出一個理所當然嘅微笑，就好似想用呢個理據去表達俾心理學家知道，其實佢爸爸對佢係唔錯嘅，就係因為爸爸從來冇打過佢。然後呢，佢就再話爸爸曾經因為好嬲，所以打爛咗屋企個 shed， 即係嗰個屋企花園好似儲物室嘅屋仔。佢話佢覺得咁係冇問題，反而覺得幾好玩。但大家可以諗下，喺個小朋友面前打爛一個 shed， 個小朋友又何嘗唔會覺得驚同埋留下陰影呢？ Jamie 呢下講出嚟好似好輕描淡寫，但我覺得其實導演係想暗示呢一個就係其中一個 Jamie 嘅童年陰影。而爸爸對佢踢足球守龍門呢件事係避而不談，其實對 Jamie 都係一種傷害。但係佢喺對話入邊係冇表現出嚟，就係因為佢想裝出一副佢認為男士應該有嘅堅強形象，又或者係好似佢爸爸一樣堅強男人嘅模樣。但係作為觀眾都可以感受到呢件事對佢耿耿於懷，同埋爸爸喺佢心目中嘅重量。喺呢一場佢同心理學家嘅對話入邊，都可以睇得出佢有好多既定嘅價值觀同埋思維模式。例如開頭會透過心理學家嘅用字去判斷佢係上等社會嘅人，因為自己生得唔靚仔，所以一定冇人中意。佢唔同情 Katie 俾人傳佢嘅裸照，甚至話傳裸照嗰個人好蠢，應該收集多啲其他女生嘅裸照，先將 Katie 將裸照傳出嚟。亦都覺得接觸女性嘅身體係 maybe 可能係冇問題嘅，甚至話當晚佢大可以性侵 Katie， 佢冇咁做已經對佢好仁慈啦。可以見到其實佢冇尊重兩性關係嘅概念。呢一刻先至令到心理學家知道今次調查嘅方向似乎唔能夠淨係用原生家庭嘅角度去出發。佢亦都盡力去壓制自己激動嘅情緒，因為眼前呢個少年已經有多重扭曲嘅價值觀，係因為各方面包括網絡、社會、朋輩、家庭、學校嘅欺凌等等，促成佢一系列嘅價值觀，甚至令到佢覺得自己不斷被套話，然後覺得被套話之後又大發雷霆，令到佢有呢啲咁敏感同埋唔信任人嘅表現。佢喺呢個對話入邊仲不斷堅持話自己係冇殺 Katie。有個少少嘅重點呢，就係當 Jamie 佢啱啱提完命案嘅情節之後呢，就開始食翻個三文治。咁大家都知啦，本身個三文治係有 pickle， 佢本身係唔想食嘅。但係呢一刻佢似乎係開始打開心扉，去揭開佢更深入嘅一面。但係呢個時候呢，心理學家已經開始按捺不住佢嘅憤怒啦。佢喺成個諮詢入邊都從來冇更正過 Jamie 嘅講法，直至 Jamie 咬咗一啖三文治，心理學家第一次糾正佢，其實究竟知唔知咩係死亡？終於第一次去反駁 Jamie 嘅說話，就係要佢去承認自己真係殺死咗 Katie 啦。我覺得呢一刻個心理學家已經好嬲啦，亦都俾眼前呢個咁複雜嘅少年搞到情緒好波動，所以佢更正完 Jamie 之後就話要走啦。然後 Jamie 嘅情緒就好激動啦，就追問心理學家有冇中意過佢，係因為佢本人從來都冇人話過中意佢。呢一刻佢敞開心扉，講得幾深入，但係就偏偏要完結啦，再一次覺得被遺棄。個心理學家咧就好努力去平復心情啦，就準備離開。佢攞起咗個三文治，又放翻低，表現出一個好想作嘔嘅樣。我覺得呢個反應係因為成件事令到佢好作悶。Jamie 嘅各種價值觀亦都令到佢好想作嘔，唔想帶走呢份情緒，所以直接將三文治放翻喺台上面，嘗試表現出理性專業嘅一面，離開間房。好啦，嚟到最後一集啦，睇落去好似好平淡嘅一集，但係就為劇集寫咗個好完美嘅總結。就係交代 Jamie 呢一家所謂加害人嘅家庭點樣過活，同埋兩夫妻對教小朋友嘅反省。成集咧都係以爸爸嘅角度出發，佢咧就想扮作若無其事咁去過一個開心嘅生日啦，但係咧就冇辦法去掩飾內心嘅不安同埋傷痛，甚至係外人咧都唔會放過呢個家庭，對佢哋投以惡意嘅抨擊同埋討論。佢哋一家三口從五金店翻屋企途中咧就收到個仔嘅電話，呢一場戲咧我係好深刻嘅。阿 Jamie 咧一直都以為自己係同緊爸爸講嘢，
同爸爸講咗自己打算認罪嘅時候，爸爸竟然冇回應。呢個時候媽媽突然之間出聲，令到個仔知道原來呢番說話唔係淨係爸爸知道嘅。呢一刻嘅佢覺得有啲失望，就想馬上 cut 線啦。我睇呢場戲嘅時候真係覺得其實呢對父母係咪可以做得好啲呢？呢個時候個仔正正需要爸爸嘅支持。由被捕之後，個仔都係表現出對爸爸偏有嘅重視，要爸爸喺警署陪伴佢，叫心理學家同爸爸講佢冇嘢。佢一直都係好重視呢個爸爸點樣睇自己，但係爸爸呢個時候竟然因為處理唔切自己嘅情緒而無言。當然啦，係可以理解爸爸係需要多啲時間去消化呢個事實嘅。係咪可以係咁依同個仔講聲，爸爸需要多啲時間去消化，等我遲啲再同你傾下啦。而媽媽明知個仔知道自己喺電話旁邊覺得好驚訝，與其講一啲無關痛癢嘅嘢去轉移話題，係咪都可以講句唔好意思啊，因為爹哋咧而家喺度揸緊車，所以佢開咗免提，佢需要多少少時間去消化，佢陣間會揾翻你噶啦。如果你想同我傾嘅話呢，媽咪都係隨時可以同你傾嘅。咁樣嘅話會唔會溝通得順暢啲呢？所以去到劇集嘅最後，兩夫妻都敞開心扉，爸爸好心痛同埋無奈去反問自己究竟有冇做錯。佢話冇好似自己嘅爸爸咁樣打自己個仔，都算係一個好爸爸。咁當然啦，冇體罰就唔代表係一個好爸爸嘅。佢因為忙於賺錢養家而忽略咗個仔，呢個都係命案嘅成因之一。我知道好多人都會反駁，養家係好辛苦㗎，但係本身呢啲嘢都係父母需要承受嘅。唔通你生小朋友之前冇考慮到呢一點咩？然後佢亦都講到佢知道個仔係中意畫畫嘅，但仍然係會想培養佢對足球同埋拳擊等運動嘅興趣。咁樣又會唔會算係對個仔嘅不了解，同埋叫個仔做一啲自己未必有興趣嘅嘢呢？所以當佢同佢老婆提及到佢同個仔以前嘅往事嘅時候，自己都開始慢慢醒覺，其實佢係冇做好一個爸爸嘅責任，亦都冇察覺到時代已經變咗啦。同埋網絡世界嘅複雜，令到佢以為個仔匿喺房入邊就唔會變壞，知道自己完全忽略咗個仔嘅心理成長。所以最後佢喺佢個仔間房度喊，講咗一句對唔住阿仔，其實我應該做得更加好嘅。好感人，演技都係十分好，為呢套劇畫上完美嘅句號，等大家可以反思一下。好啦，影評部分呢就嚟到呢度啦。再一次推介呢部劇集俾大家，亦都好認同應該要將呢部劇列入教材入邊，因為當中入邊所講嘅人與人之間相處嘅藝術，正正就係我哋每一個人任何年紀都應該要學習嘅。最後啦，想同大家分享少少後感。呢套劇入邊有一個好重要嘅要點，亦都係我本身好認同嘅，就係唔好永遠都抱有一個先入為主嘅態度去評論人。感覺上聽落都好似唔係平時自己會做嘅嘢啊，但我哋可以認真問下自己，會唔會有陣時都係有呢種思考模式呢？最常見呢，就係我哋平時成日講嘅 O 師傅啦，即係老屎忽，佢哋就會恃住自己經驗過人，就去吹噓自己擅長嘅嘢，貶低自己唔認識嘅嘢。就好似劇入邊嘅爸爸咁樣啦，佢喺第4集叫個女喺架車度播啲重 bass 嘅音樂，話唔好播啲不知所謂嘅新潮電子音樂。講到呢度，大家係咪覺得好有共鳴呢？我作為90後，其實都幾唔中意有陣時網上面有一啲咩00後不知道的事啊嗰啲片，好多時候咧都係訪問啲00後，問佢哋知唔知邊個係邊個啊？剪輯嘅手法都唔見得比較善良，似乎係想抨擊佢哋，多於去推廣本地文化。我知道有陣時舊文化係好嘅，我自己都好中意一啲舊時代嘅經典，但如果只係攞住呢個點去抨擊，都唔見得係真心想承傳呢啲文化。我嘅諗法就係每一個年代都有佢哋獨有嘅價值，有佢哋嘅語言、文化同埋溝通方法。時代係要進步嘅，係會改變嘅，我哋根本冇人可以控制到。最緊要呢，就係學識互相尊重。如果唔係，就算你繼續以貶低他人價值為樂，都唔會顯得你嘅價值有幾高尚。所以我成日都會提自己唔中意 O 師傅，都唔好令自己有一日成為 O 師傅，要謙卑啲，向每一代嘅人學習。好，今日呢條片呢就嚟到呢度啦，我哋下一條片再見，拜拜。